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30，诗篇103篇40安尼讲：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冕旒。三甲来祈祷，救赎阮的性命，脱离死亡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四围的盾牌，你是阮闪秘的所在，你要庇佑阮脱离艰苦，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阮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。求你因为你的名来引带阮，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是阮所毋忘的，对阮少年的时，你就是阮所倚靠的，阮要单单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纪念阮卑微的性命，救阮脱离笼总的患难。主啊，求你用伸出的手骨来拯救阮。主啊，求你救赎阮的生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阮的冕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